趙醫師，依家都市人咧生活壓力大，工作壓力大，甚至有啲人出現抑鬱啊、躁狂等等嘅情緒。喺中醫方面可以點樣幫助佢哋去解決呢啲情志嘅問題呢？嗱，呢個係現代個社會咧，的確係壓力大嚟㗎。咁壓力大咧，有壓力就會產生你個腦個功能咧就好複雜、好混亂，就會產生好多啲情緒個問題嚟㗎。咁情緒嘅問題咧就睇下佢出現咩情形。情緒病咧就一個廣闊個名詞嚟㗎。咁情緒病入邊多數就結集咗咧有抑鬱係唔開心就經常要喊啊，瞓唔着啊。咁如果咧係唔有事嘅時候咧，佢出現咧就好狂躁就會發脾氣啊，會鬧人啊，好唔開心啊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中醫個調理咧就需要咧對適當嘅時候咧個調整，就要調整個腦個功能。咁我哋多數咧就採用咧太陰經入邊個金脈大祖通。金脈大祖通咧係一個對神經系統非常好個方嚟㗎，入邊就係浮小麥、甘草同埋紅棗，咁佢能夠咧調整佢個腦神經，就能夠穩定啲。咁佢唔開心啊，成日想瞓覺咧，就需要等個大腦皮層咧活躍啲，就需要加翻咧呢個係人參花、百合花、玫瑰花、木棉花，再加埋咧係呢個生石結明、生牡蠣。咁整體個風咧就叫情緒病風，醫得都幾好㗎。當然要結合咗針灸一樣要對呢個任脈、督脈、十二經絡嘅穴位多調整，咁慢慢佢穩定咗落嚟就會改善啦。